香港爸爸壓力問題創新高，近60%嘅爸爸自認隱形家長。歡迎大家收睇家庭關注專題《爸爸充電站》。爸爸佢就好攰好忙，我叫佢同我玩，佢都話冇時間㗎啦。有啊，我叫佢同我扯呢度，點知扯下扯下，佢就喺度玩手機啦。爸爸因為工作而變得隱形，同時有壓力爆煲，究竟點樣先可以令父親呢個角色投入家庭，同時又減壓呢？其實爸爸喺家庭入面嘅角色好重要。如果想避免爆煲或者變得隱形，爸爸可以試下以下方法。第一，設定家庭時間，例如每個星期抽一晚放低工作，陪屋企人食飯或者其他活動，例如睇電視、玩下 board game 咁。第二，參與家務，同小朋友一齊煮飯或者打掃都可以增加同小朋友嘅互動，同時做到家庭一份子嘅責任。第三，要識得處理情緒，壓力大嘅時候可以深呼吸或者同屋企人傾下，唔好壓抑情緒。